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里伊来去搞安尼过年啊！哪有？臭油鸡，臭油鸡，臭不拉几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素心汤、铁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我是南美金色岛树的囝，我的名叫做大放假。南美的话念做大放假，本地意思是海涌里的勇者。我的爸爸讲，较早伫一个单雷落雨的时天，阮的祖先因坐竹排为海的人民来。阮爱唱歌，阮爱跳舞，阮爱讲古。阮的歌声、舞步，甲阮的鼓，拢会记伫金色椰子树的长长的树叶里。海风吹过的时，伊会是刷是刷，哪笑哪讲。拍破光的透早，大放假甲伊的兄哥陆岛两个人各伫摆出海，心肝头拢是沙朗的形影。大放假，你看海对面的大武山，浮伫地平线，日头光为身边的金色粉粒照落来，射入海面，看起来有像咱南美的战士无？有成，伊甲咱同款拢是南美威严的战士。大放假心内咧想，只要过去到海的对面，就会当找到红毛掠去的心爱的姑娘沙朗，甲伊带回来。大放假，你会记得无？咱细汉的时阵，捌对爸爸来这掠鱼呢。当然，我阁会记得伊举一支竹蛇鱼叉跳落海，受对水底真深的大石碰去。阮是男的，阮熬游水，阮熬掠鱼。阮有时会甲阮掠到的鱼再去大园参遐的人交换物件。阮嘛熬走，熬拍蜡。阮甲阮拍到的鹿仔肉拍做肉干食，摕鹿仔皮做衫，嘛甲剩的鹿仔肉、鹿仔皮加椰子，摕去换切盐甲白虾米。有时台湾遐个汉人会坐船来这甲南美交换。大放假本地毋是对因遐尔嫌善，毋过前一站遐个人真过分，阁有足侪船来南美的海掠鱼。遐甲红毛做伙的汉人，拢是大蜘蛛老仔，
官人因摕大蠓仔来，强强要甲蓝妹上宝贵的乌鱼掠了了。哼，无互因一点仔假死袂当。阮的大头目独孤路讲的无毋对，敢若勇敢的人才袂互欺负。独孤路是蓝妹通人尊敬的老战士，伊的查某囝就是一直吊伫大放假心肝头的沙龙。迄日红毛兵仔拍来时，杀死真侪查某人。沙龙甲绿岛的看守乌玛，也阁有岛上其他的查某人，甲一寡囡仔，拢互因掠去关。大放假甲伊的兄哥绿岛透早出海，就是要去找沙龙因。我是沙龙，是蓝妹大头目独孤路的查某囝。红毛仔甲我甲我的妈妈掠来遮，阮一大群规10个困伫一间茶间啊。听讲准备要分配互新港人管。我的妈妈讲，遮就叫做新港，是咱敌人的名。阮来到遮已经一段时间，迄日遮的牧师要甲我杀互迄个红毛兵做看守，我无爱。搁再讲，我腹肚内已经有我的妈大放假的囡仔，毋过妈妈爱我答应。伊讲，为着你腹肚内的囡仔，你也是答应较好。我真丢毒，自我细汉的时，翁姨捌咧就讲，沙龙，你生做遮尔美丽，咱蓝妹祖灵阿里有警告。袂使互外族的人看到你的面，若无，毋是你会互掠去，就是蓝妹爱为着你消失伫大火当中。敢若我的爸爸独孤路讲无要紧，大家蓝妹拢知影，伊是蓝妹的第一勇士。伊伫地上走甲亲像鹿仔遐紧，伫水里游甲亲像鱼仔遐美。毋管啥物时阵，伊拢会保护我甲大家族人。爸爸甲我的兄哥因出门拍猎掠鱼的时，我的妈妈就伫厝里织布、做衫甲编鱼笼啊。伊嘛教我做遮的代志。伊讲，有一日听到会有亲像恁爸爸独孤路同款勇敢佮缘投的捌达，带你做看守，安尼你着爱教我同款做遮的代志。我听着遮的话，感觉歹势，规个面都烧热起来。我直直想，敢真是因为我的原因才造成蓝妹的灾劫的。搁再讲，我并毋是刁工的。伫某一个下晡，沙龙的阿母阿姨派人啊去山轮仔骹的树林捡干柴，倒来燃火，就是安尼，毋只会互迄两个红毛仔看到。哦吼，这个小岛顶面有真侪椰子树，一声毋免烦恼无水通啉啊。对啊，但是椰子拢伫咧树尾顶。就要爬去你树仔顶，较慢会着呢。安尼啦，我人生做较瘦，我来爬树啊，你较大颗，你徛伫树仔骹接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啊！什么人？是蓝妹，紧甲抓起来，毋通互伊走去。莫走！我一看到因，惊到喊一声叫大声，结果因就摕大刀出来，撞过来要掠我。我感觉真惊吓，只好直直走。因的脚步声对真暗，我感觉我会死伫因手内。我走出树林，来到海基仔的山坡的时，已经走袂去啊！甲了，走哪里去？救人哦！放手，放手！救人哦！因甲我规个人揽掉咧，我直直喊，直直喷，因拢毋放。煞落，因阁甲迄领披伫我身躯的鹿仔皮揪落来。甲因好手的面搭伫我的胸坎，就伫迄个时阵，我听到脚趾片咻一声，我越头，我像若飞一支顶毛出来，
正正插伫伊迄个瘦的大腿，伊叫一声稳落来，跋倒伫涂骹直嗨。我看到大班甲为一块酸乌搭后壁跳出来，另外迄个大箍的惊一条，手就夹伫我的颔棍啊，佮甲伊的倒牙悬，喊声讲：你卡行咧，袂使我过来！想袂到这个时阵，另外一支竹仔随为酸乌搭后壁飞过来，刺过沙龙的头毛，直直插入去迄个大箍的脑后，血喷出来。啊！沙龙喷一个跳开，迄个大箍的就跋倒伫涂骹。沙龙走为酸乌搭去，看到伊的爸爸徛伫大房架后面，日头的光线照伫酸乌搭，互伊正做金色的石头。毋知是安怎，自从迄日了后，我竟然看到大班架，心肝影就袅袅想要笑。总讲一句，竟然看伊为远远的所在行来，我就笑甲无法度准赞。伊的体格悬佮勇，目睭大佮深，伫南美的查甫囡仔当中，伊是上好看的一个。我的妈妈知影这一切，伊就讲：你的心已经互大班架掠着啊，就亲像土仔互蜡叶掠着共款。迄日拄好是南美伫南平海坡底举办春节日子，一透早规庄的人拢伫海边仔跳舞啉酒，红姨肉礼、现上槟榔、椰子、米、酒、乌鱼干甲鹿仔肉。伊额头甲天地神灵阿里，佮有南美祖先讲话祈求，向因求雨水通使互逐项物会当生长，嘛求果子甲稻米发芽。袂拄着大风，照南美的风俗，迄天嘛是欢喜少年家当大人的日子。少年家啊，伫海边啊走山坡比赛，走上紧的迄个，会使头一个甲百合花送互伊心爱的姑娘。伫我的目睭内，无人比独孤路的查某囝沙朗佮较水。我介意伊的身躯、伊的笑容，佮有伊予风吹甲飘散的幼幼的长头毛。伊看我的时，目睭亲像天青明佮清，伊的喙唇敢若树蛙的触角啊，遐尼古锥。所以我已经决心，迄日我要当众人的面，甲一蕊上水的百合花送互伊。迄日，日头笑酸雨大石甲小山仑，大班架伫海边仔直直走，直直走，规个心肝拢是沙朗。最后，伊赢，伊是南美走上紧的少年家。伊甲一蕊上水的百合花送互沙朗。所以。就伫迄天的节日，我看到大班架走伫第一个，我就知影，伊会甲上道里的百合送互我，而且我嘛要送伊上青的槟榔，佮为伊做一领上好的鹿皮衫。沙朗接到花的时阵，微微啊笑，花送一位因兜门口的槟榔，佮看大班架的手行过山溪的椰子树林，伫一棵有荫的草花丛内底。大班架甲沙朗揽咧，伊的喙有蜂蜜的甜，伊的形啊有规山轮百合花的蜂蜜。沙朗，你手顶头金色的链仔足水的。戆插头，这叫做金手环。刚刚你无看过，这是阮妈妈甲恁兄哥陆德用鹿仔皮换来的。大班架是安怎？我的心肝敢若已经等候你足久。沙朗，
你永远是我逐放假的牵手。あなたもさあないぬ来なりたやたくらながらなるがななびなら。翁姨捌咧话，我记甲真清楚。伊讲，红毛会坐大船来，因的手里提火做的钱，钱的飞比大风搁较紧。因的头毛是红色的，敢若鬼仔火，无人歹赢伊。大班甲，我足惊的。无啥物好惊的啦。你袂记得顶届迄两个红毛兵啊？尾啊，毋是互我甲恁爸爸刣死，而且伊要死进前，佮错屎错尿，遐尼无胆，看袂出来是啥物有威胁的人，你免烦恼啦。大放假安怎嘛想袂到，话咧话讲了的过程中，红毛仔的船煞着真实过来啊！伫迄日春节的日子，大放假甲沙龙两个人来北平无人脚踩的海墘啊，沉水伫爱甜蜜的时阵，阮雄雄注意到，为远远的东北边的海面出现一排乌点，佮真足看是大只细只的船仔几十只，直直驶对南美来，其中有几来只插红毛的旗仔，甲帮真悬。迄就是有装火炮的红毛大胖船啊！代志毋好啊！红毛的船来啊！紧，咱紧来通知大家。大放假将沙龙的手牵难按，沙龙想着顶摆两个红毛仔直接互因刣死的代志，哪走哪问大放假，是毋是为着迄摆的代志，因当来报仇啊？好定是啊，只是讲，哎呀，今仔日拄好是春节日子，大家拢啉酒醉啊呢，真嗨。因两人走转去南平海墘的时，居然看到大家拢啉到足欢喜，已经醉茫茫啊！阁有一寡人已经倒伫树骹困去啊！红毛仔来啊！红毛仔，红毛仔来啊啦！沙龙才拄喊出声，红毛船顶的火炮就开始拍，炮弹跌入去树林，一大阵鸟啊，嘎嘎飞悬。树林嘛倒火烧起来，沙龙的爸爸大头目秃狗鲁大声喊：“走啊！大家紧走啊！查某人应战，查某人甲囡仔先密起来，去，恁紧去密入去夜波洞内底。”海上关架帮船的火炮直直拍，四界轰轰叫。细只三班啊，想要先驶靠岸，三班啊船顶有红毛的兵啊。嘛有台湾的人，因为船顶就开始大枪大炮，顶顶下下拢是欢喜的声。沙龙，恁惊，我手牵好按。因走入树林，爬就山坪，走来到夜波洞口，紧入去，紧入去！南美的人一个一个扔入去洞里。这是一个足大足深的山洞。随梦进前，阮嘛捌入去味过，毋过一徛伫洞坑口，我要是惊吓丢毒。平常时，阮袂来遮行打，因为这是红姨万礼甲祖灵阿里讲话会禁忌的所在。我回头看大班家嘛是一个丢毒款。沙龙，紧入去，紧！不过路。我认为无应当秘伫遮，安怎讲？因为这个洞秘入去歹出来，佮干那前后两个出口，若拢封条咧，安尼就害啊！大头目，请你相信我，甲沙龙留伫我身边，我会保护伊。袂使，查某囡仔留伫外口伤危险。佮再讲，无人知影这个洞，就算头前的出口互因找到，后壁的出口遐细，红毛的免会知。
因才唔敢入来咧。沙龙，大班嘎，进入去，进来，进入去。大班嘎，大班嘎。我无法度违背爸爸的意思，爸爸也是甲我塞入去洞内。假使会使选择洞内的情形，我毋愿搁去想，因为一切敢若是黑暗甲死亡的火符。悲哀的是，我无法度甲我的记忆摕走。大头目甲留伫外口的查甫人搬一粒大石头，甲崩坑口踢的，所以为洞内看出去。敢若剩一个会使喘气的幼胖。红姨目尾甲火点倒，红色的火手烧伫大家惊吓的面。足侪查某人甲囡仔惊甲心肝底哭。目里担头，双手举悬，嘴里细声地祈祷啥物。佮敢若甲祖灵阿里伫讲话，因为伊的面变甲哪来哪恐怖，我豆豆仔已经毋敢看伊。山洞外面有时会有火枪咧弹，佮小可听会到人甲人咧相拍时的喊声。希望秘伫山洞内，迄款加滚的喊声，要是会互人心肝掠做骨落地，一直喘。一直到外里的吼声烧声去。因甲我讲，大班家已经死啊。因讲阿嬷只踏上阮南美的地，大班家佮死伫因的火枪下面。这是落尾比入来山洞的一个马达甲我讲的。伊讲迄是伊亲目睭看到的。咱南美查甫人伫山洞外，互阿嬷杀死伤济，拄过路就叫阮铁摕灭起来，所以阮一个接一个，嘛走入洞内面灭。啊，我的爸爸咧！无人甲沙龙应话，规个山洞一个手踢甲甜甜拢是人。喘无开，沙龙的头感觉愈来愈悬。过一时啊，就闻到臭火烟为山边崩坑口的方向弹过来。迄是阿嬷放的火，伊要互咱分尸伫内面啦。毋知是谁讲出这句话，一讲煞，这个黑暗的山洞就正在充满死亡喊声的梦空。四个是哀爸叫母的声，啊，我的颔棍啊！敢若雨伞啊吹红，哪来哪艰苦，尾后就伫我要断开进前，有一个夺命的力量，甲我甲一群人杀出去洞外。希望沙龙要是毋愿相信大邦家已经死啊，毋过伊嘛已经毋敢抱什么愿望。红门仔边，甲南美查某人甲一寡囡仔掠来新港城。另外，选用一只大篷船，甲无互因抬死村的查甫人送去别位。听讲，遐是足远的所在。大家拢讲无愿望啊！阮甲阮的查甫人已经一世人无可能搁再见面啊！沙龙，你听话，为着后代，你着爱嫁互迄个红毛的。大邦家甲伊的兄哥陆岛，两个人做伙出力过，因为日头已经爬足悬，若无较出力的，因着无法度伫日头爬上天中进前，过去到达到的高山骹，安尼海流就会甲因流远去。台湾拢是红毛啊，啊，搁较近的，塔加利亚直接甲南美相拍，简单读到的。
高山骹下咱的船挖去。去打狗，敢会危险？袂啦，遐有我的汉人朋友。汉人啊，朋友。大放假看鲁岛，靠伫阿妈棍粗粗的金色盘帘，真刺目。鲁岛无看伊，敢若摇头看海迄边的山。我知影你咧想啥。为春天到寒天，你想的物件拢共款。你甲大头目独骨噜共款头壳，亲像椰子壳定壳壳，袂晓变巧。汉人毋是逐个拢是歹人。鲁道，咱南美无运动是安尼，敢讲你袂记哩啦？因汉人甲阿门是斗阵的，因是做伙来抬升咱南美的。他放假，敢讲你听无？毋是逐个人拢共一个款。你大汉啊，爱学晓想代志。我的朋友是好人。大头目秃骨噜就是因为这点无介意鲁岛，伊感觉鲁岛甲汉人行上近，还阁摕汉人的胭脂水粉倒来败害南美的查某人。有一段时间，鲁岛因为秃骨噜无介意伊，一个人点点过伫摆啊离开南美，经过几来的春天，才阁倒转来。我近高山的海流较乱。阮过过一个西满六仰竹仔的沙洲，了后就豆豆啊为两边山壁之间，过入高山骹的港湾达到。因过到岸边的时，已经有几来个人倚伫遐咧等因，对因的手表示欢迎到位。其中一个叫做李发。伊招待阮的笑容真温暖，伊煮物件互阮食，搁兄一款特别的物件互阮啉。听伊讲，迄是茶。假使伊是独骨噜讲的迄款歹人，安尼我就毋知影好人运动生做啥款。我想鲁岛讲的无毋对，就算汉人嘛有咱南美的朋友。我是李发，因讲阮是城里人，阁有一个讲法叫做海贼。我也会记你头一摆经过迄个小岛的时阵，日头照入岛上的山轮啊，金死死。秘书就是传说内面的黄金之岛。虽然黄金之岛敢若是传说尔，不过我会记伫内面的南美。确实是一个足水的小岛。迄个南美人鲁岛，捌甲我斗阵伫一关郑芝龙的船顶做代志，我拢叫伊阿兔。我会记哩，迄时伊的小船互大影降并去，阮的船拄好经过，甲伊救起来，伊才加入阮的。3天前，李发离开一关的船，开始冒番仔社的买卖。伊摕布料、米、盐甲生花去番仔社换鹿皮甲鹿肉干，甲鹿皮甲鹿肉干交予台湾的红门商馆换银两，佮摕银两甲一关因船队的人买更较侪布料、米、盐甲生花转来。对李发来讲，大家人拢是伊生理的好兄弟。迄日红毛仔来啊，坐5只大篷船来，搁5只三班啊，红毛仔、台湾、新港，搁有放哨的人拢来啊。船一挖进海岸，就开始大火烧。因是存心要消灭阮南美。我有看到新港社的头人李卡，我看到伊，我怀疑是伊带路头来的。我真后悔，迄个时阵无伫日本，就甲伊抬死较规去。
啊，你敢有听到讲因是安怎要杀阮南妹？我前一阵仔去台湾买马，你敢有听因讲麻豆头人大家恁的代志？无啊，安怎？顶个月大家恁甲麻豆社的人20-30个人，互红毛仔杀死伫路面。过无偌久，麻豆人就摕椰子树甲槟榔树的树栽去建红毛馆，讲要甲麻豆全部的土地献互因，只要因莫阁杀麻豆人。有即种代志？这是台湾的汉人甲我讲的，因为红毛仔就有足济泉州、厦门的汉人来种田，所占着麻豆人的地，大家恁甲一两个抢因土地的汉人杀死，所以啊，红毛仔无欢喜，就甲大家恁杀死报仇。听因讲到大家恁的代志，大放假惊一条。大家恁，我捌伊，因为顶一个冬天，阮南妹捌为着掠乌鱼的代志，甲伊伫麻豆外海上相争。大家恁体格悬个勇，无一个南妹有把握拍赢伊。伊手提大刀甲鱼叉啊，徛伫一只竹牌仔顶悬，后面阁缀几六只。拢是因麻豆人看到真威风，想袂到伊嘛已经死伫红毛的手里。大放假感觉红毛仔真恐怖，敢若鬼啊！伊受到沙龙，互因掠咧，要上船进前，阁互因用麻绳啊、箍骨链绑起来，伊的心肝就滚甲敢若尖咧位。有毒，你要注意，莫甲红毛仔硬拼。为其导航，红毛仔歹起来，袂输一关。尤其因拢是酷刑的人。这我嘛知影，毋过因已经甲我的牵手乌马掠去啊！我要，若毋是掠去台湾，就是伫新港。另外，阁有阮牵手的爸爸，伊行出来导航，嘛是互因掠去，就是安尼。我想要去找因。啊，新港的你甲才是对的。毋管怎样，李发，拜托你帮助阮去台湾甲新港，阮会使装作汉人。了后，我今年冬天就互你10担乌鱼。啊，好啦。李发听人讲，南美查某人甲囡仔是互因掠去伫新港城做奴干。打算一路北行，先到台湾探听消息，再过去新港城。我吩咐因兄弟仔担竹担对我行，因换穿汉人的衫，头顶过咧，包头巾，免得互人认出来。阿土的小弟逐放假，袂晓讲阮的话，我爱伊加做下狗。我想。伊一世人嘛无法度捌，毋过我为红毛仔牧师的喙认检采已经了解，红毛仔招来伫台湾、甲北港迄区位啊种田拍蜡的汉人愈来愈侪，遐拢是红毛仔的儿孙。汉人侵占番社的田甲拍蜡场，会不时受番社的威胁，需要红毛仔保护。另外，台湾区位的种番社拄归顺红毛仔，因红毛仔定着想要借即摆对付南美的决心，来对种番社展威风。因进前对付麻豆社，嘛是同款的理由。我是生理人，我知影一切，毋过我才袂戆甲甲这一切拢讲出来。这个理发是十足的生理人。伊毋但是看在迄10担乌鱼的份上，才答应帮助因两兄弟啊。伫伊的心内，阁有另外一个拍算。红毛仔买手，要甲南美岛的全部椰子树，甲别项种作拢总包啦。安尼，我透过阿土，先了解南美，我的机会就比别人较济啊。理发完全就是徛在做生意的立场。
伊的心内并无所谓的正义甲公理这种想法。坦白讲，阿蒙啊之所以会选伫春节这个日子来拍南美，甲伊嘛有关系。伫因阿嬷出征的进前几日，因的牧师要来达到休一暝。我听讲，因一路拢在探听南美的详细情形，目的就是为着要消灭因。我甲讲，我毋知影南美，我敢若知影，当年的这个时阵，因有一个节日，伫迄天，逐个人拢会啉酒，啉甲醉茫茫。我甲牧师讲这，无为着啥物，敢若为着我有通啊顺顺啊做生意尔。迄一天，落几工的雨，行到台原的时，已经是黄昏。李发提白银，甲伊的老朋友颜飘买罐米、盐、布料、几卡生花，还佫有一罐胭脂，放入去阿兔兄弟仔担的竹担。迄含三个人就伫颜飘的厝里过一暝。过工是无风无雨的大好天，袂去新港城的路面，亲像南sơn咧翕。一路看大放假米碎，目神歹甲敢若要倒火，李发就紧张起来。我看恐惊有生死凶杀伫我的面前发生，唉，我愈来愈后悔家己所做的代志，实在无应当为着十担乌鱼来卖命。行到新港城的庄外，李发甲因兄弟仔讲：为着恁的安全。我会先去传令探路，恁先伫路边会甲人骹树骹等我。煞到李发就甲其中一担竹担担入庄林，才一担入去，因城林的大大细细都挖来。伫马马当中，伊真紧就探听出南美的人封管的所在。结果，伊才当要找机会出去甲阿兔啊因兄弟仔讲。新港社的头人立刻就出现了。李发，李卡，这包盐互你。哦，罗力，多谢咧。李卡，我有听人讲阿嬷啊拍南美的代志，听讲杀死袂少人。南美的人还袂杀了咧，过一站，阿问阁会去拍因。即摆。要甲迄个杀人凶手了着。啥物杀人凶手？就是有一摆，甲因两个暗谋庄园伫南美杀死的凶手。我已经为一两个查某人遐问出来是啥，嘛甲阿问讲啊。阿问讲，若斗掠着伊的人会有重赏。哦，那安尼，伊是啥？无定我会使斗找呢。是一个叫做达邦家的。哦，达邦家，安怎？敢讲你捌？这李发扫一声，用特别心中的目神看伊。我入毒，这个字表面的意思是野兔。伫船顶的时，因拢叫我阿兔。我离开南美阁转来，原本就是想要甲我所看到一切讲互所有南美的人听。我认为，干那秘伫这个小岛嘛毋是办法，爱甲外面的世界讲话，爱互牛掠水、牛受水、牛拍拉的南美，正做南洋水路舞台的头人才对。卢督。你是食伫外面世界的毒虫，爱碰风，头壳歹去，也是你的灵魂已经伫海上出袂去啊！杜古鲁，红毛啊，因有泡有穿，咱的刀甲毛也毋是因的对手，至少伫表面爱趁早甲台湾的红毛记者讲好，袂使干那靠气力，爱靠头壳，若无。就爱烦恼族人的性命。哼，陆导，
恁爸仔母生互你的金甲头，是毋是互你碰见伫啥物所在啊？我看你是红毛的神派来要吓人。即马看来，大头目已经死啊，马咧嘛互掠去啊，南妹已经剩一堆特要花去的花妇，我感觉真悲哀。大放假，这个理发袂阁转来啊！哦，你甲竹担囥咧，咱先秘点路对面远远的树林观察一下就知。代志就亲像我所讲的，理发无阁转来啊！颠倒是迄个名号做李卡的，带一群10几个新港人，提刀甲毛。为因的村里行出来，来到阮进前囥竹担的树骹，因找一困，找无远，才只好表情失望来离开。陆导，你太知影理发袂阁转来啊？伊讲出即句，为着恁的安全设想，我着看破伊的骹手。我所了解，伊甲因汉人，拢毋是会先替人设想的人，尤其是伫伊甲即句话讲出嘴的时，既然理发都袂靠得啊，咱即马入去新港社救沙龙因。袂当，新港人济，阁有汉人甲红毛啊。我讲，若是你甲知影咱伫附近定着的风甲目睭睭等啦，那雄雄甲撞入去，定着是赴死尔。我毋管啦，到遮来啊，改拼啦！大放假粗粗毋听陆导的话，一直到伊甲全部的计划讲出来才准线。大放假，为着南美小战，袂使干那靠气力，爱靠头壳，咱来互相配合。若无，你着看袂着你的查拢，我嘛见袂着我的乌嘛。陆导甲大放假踅去附近的山峦仔觅骨落工，日时休困，利用阴暗的时间过去庄边暗妈妈调查，听到哭声，知影南美查某人甲囡仔封关伫什么所在。一直到某一个阴暗，出入静静的茶会店道，陆导就知影因的时机到位啊。迄个暗暝，新港人拢去伫迄个香火的大亭，查甫查某相交替，生衣裤仔跳舞唱歌，一连哭过一连。伫上尾的时阵，因的大头目李卡徛出来，率领众人只会向伫天顶的白上帝阿里祈祷。了后，大家新港人就大声喊休起来。李卡当然袂想到，隔天透早，伫因出门拍拉的时，我甲大放假就将伊伫残忍咧做事的看守甲查某囝掠来阮的手头，甲伊绑伫一个压贴黑暗的土坑内。陆导甲大放假走伫山峦仔顶，一直走到因拍来队伍倒转来。日头落山进前。树影拖到长长长，陆导家己一个人行入新港村，来到李卡的面前，用新港话甲伊问好。你的看守甲查某囝拢伫我的手内。哼！咱伫若较早去见过面，我掠准你是汉人。我甲你
拢同款，毋是汉人，我是南美。哦，南美，你是要安怎？你做的代志，我早就会使甲你的牵手杀死。毋过，我无安尼做。你爱知影，我的爸爸，伊死伫咧南美山洞，死伫你甲红毛的手头。我问你，你的上帝敢允准恁杀人？我知影，我的脚切片后壁，定着有一群人抓着毛，甲我威压咧。毋过，你甲对因使目尾，因毋敢有动作。你甲无应我的话，伊讲：兄弟，我的牵手伫倒？你紧讲，若无，你会无命。有人咧等我，月娘爬上树尾进前，我若无转去迄个所在，你的牵手甲查某囝拢会死。你卡受气啊！抽刀刻伫路斗的颔棍，讲：你免搁教人，到底爱啥？直接讲。甲所有的男的拢放出来。无可能，你听真少。因若拢放出来无偌久，会随互阮的人约着杀死。南美查甫人敢若剩恁一两个，你毋通袂记。我会当接受的条件是放一个人出来换我的牵手甲查某囝转来，若无，就是你甲我的牵手做伙死。我是李卡，我讲会到做会到，就是一个人。你甲命互我，大家拢袂死。若无，是到你我的牵手，查某囝拢爱死。愿上帝原谅我。你甲确实是一个凶叫嚣。我第一步踏入来就知影，我算来算去，手头的气力敢若安尼。无法度，搁讨较济啊！我张拄一困啊，只好开喙讲：我爱两个人，乌玛甲沙伦，你甲因放出来，安尼我就甲你的牵手甲查某囝行哩。沙龙，你是讲恁头目的查某囝沙龙？是沙龙甲乌玛。真可惜，沙龙无伫遮，伊2工前互人带去台湾咯。谁带去的？一个阿毛兵啊！月娘爬上树尾时，我甲乌妈两个人软入山林上深的所在。塔板甲无法度谅解我知影，伊讲：若早2工动作。我就会使甲沙龙救出来啊！就因为你的无胆，害我的沙龙去互阿门的带去。塔邦嘎，塔邦嘎！大邦嘎一个人走回海边的方向去。塔邦嘎！路斗甲叫，音乐头，伫山林内，伫野虫的叫声当中，南美查某人的哭声。远远为伊的脚趾片传来，有嘛哪走哪哭。我敢若阁听到茉莉伫过节的日子唱歌的声，毋过毋是，迄毋是茉莉的声，迄是我身躯边有妈的声。要安怎？我阁想到我的爸爸甲妈妈，我阁想到阮一家口仔伫南美的日子。我坐伫金色的山后大石顶悬，看因手牵手伫青色的海涌里行。有妈，莫哭，你莫哭，总是有一日，咱会阁转来带因转去。
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金色岛屿之歌》是由吴忠祥原作，罗家书编剧。剧中的人物：达邦甲、张家济演出；沙朗、柯以婷演出；卢督、林瑞坤演出；大头目土狗女罗家书演出；大头目夫人陈丽华演出；马里林秋霞演出；阿毛兵张志宏、何生贤演出；马达黄新地演出；李发张志宏演出；李卡王团结演出；乌马苏应如演出；口北罗家书演出。